2023台南好养耶诞跨年系列活动，邀请侪位国内外超强卡司，每一位拢是亚洲级的歌手，精彩可期。市长黄伟霆9日再度公布第二部演出名单，包含台湾超冠人气的男团五间琴、告五人、歌手高尔宣、Howzy、同理以及原子少年 Ozone 天王星等歌手。那现在的他们可是少年少女们最喜欢的台湾偶像男团是五间琴。告五人呢不限这个曲风的音乐风格也展现了告五人多元的音乐面向。高尔宣呢不管是唱歌还是创作都是超赞的一位歌手，尤其呢台南的朋友对他应该不会陌生，每一次他来到大舞台上呢总是这个渲染力十足。以前他们叫做地球，现在呢他们叫做 Ozone 代表的也就是正向、初心和创新。另外，市府嘛特别邀请到日本超高水女团 Fruit Zipper 首次来台演出。今天总共有9组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卡司真的超坚强，任何一组到其他县市都是压轴。那不仅有五间琴、告五人，还有日本的这个少女天团，还有我们台籍的这个艺人到日本发展已经卓然有成的。那更不用提到许许多多像高尔宣一样的很强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又特别邀请了五间琴的2位小赖跟刘俊硕，还有各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。其实他们只是小试身手，到时候我们的耶诞跨年活动就知道他们的真本事、真功夫。因跨年连续假期有3天，黄伟霆也呼吁歌迷会当赶紧排假，有订饭店甲车票。若是无订到，市府嘛会开放西拉雅广场，予大家搭帐篷。欢迎大家来台南参与耶诞跨年系列活动，放松身心，迎接新的一冬的到来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